近來喺 Apple App Store 有一款程式突然冒起，榮登中國下載數首位，售價8蚊人民幣。開發人郭先生透露，程式只係用6個鐘製作，佢嘅名稱異常直白，就叫死了麼。死了麼嘅命名同2009年推出嘅餓了麼非常近似。餓了麼係網上訂購外賣平台，後來擴充服務範圍，仲改名做淘寶閃購。餓了麼嘅字面意義係問對方係咪肚餓，進而指向叫餐充飢。死了麼就毫無溫情，唔係親切問候其他人係咪安康，而係好似調查人員查看對象係咪仲有生命跡象，亦係朋友間嘅戲謔。呢種詼諧直白或者吸引年輕人。據報道，程式早喺舊年5月推出，喺近幾週突然獲得多人下載，用戶多數係獨居嘅青年。程式嘅運作好簡單，用戶每日喺程式上面點擊按鈕，表示仍然在生。如果連續2日冇撳掣，程式就會通知預設嘅緊急聯絡人。郭先生自然喺深圳獨居幾年，非常孤獨，認為排解呢種孤獨感可以成為好大嘅市場。呢種講法非常有趣，孤獨感來自感覺同人失去連結。透過喺流動程式撳一下掣，報一下平安，其實唔知緊急聯絡人知唔知，又點樣看待，但係竟然都消解孤獨感。雖然古人已經明了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，知道人嘅連結唔限於面見相對，但係寄託於電訊傳輸，係實在定係虛浮，各人自可判斷。按死了麼嘅下載量嚟睇，或者郭先生嘅說話準確描述中國大陸用戶嘅心境，而佢哋嘅人際互動竟然靠一個掣、一個通知嚟承載，輕於鴻毛飄若浮雲，叫人同情。有網民認為死了麼嘅名稱唔吉利，改為活着麼更加適合。試諗下改成所謂正面嘅名稱，就唔及而家咁搶眼，可預期銷情會較差。開發商已經將程式改名做 Demumu， 算係先聲奪人之後消除輿論壓力嘅舉動。所謂唔吉利，只係華人民間傳統嘅忌諱，死咗未直白3個字，叫人無法迴避死亡問題，亦係人存在嘅問題。孔子答學生子路問死嘅時候話：未知生焉知死？應該係指導子路少講無從探究嘅死後世界，而多關注在世可以實幹嘅事。但係思考人生問題嘅時候，有一部分係未知死焉知生，理解生命嘅終點，先知道喺有限嘅生命裏面應該做乜嘢。死係生命終結，喺人類嘅認知範圍內唔再存在。而呢個存在問題係人類嘅意識達一定水平就會思考嘅。譬如存在主義嘅基本問題，點解人類存在而唔係唔存在？由此引發一連串關於人存在於世嘅問題。諸多先賢多方探究，雖然冇一錘定音嘅答案，後人總可以建基於佢哋嘅哲思基礎之上，獲取初步安頓。講死唔單止唔應該忌諱，反而係令生變得意義更豐富嘅進路。大陸用戶對死咗未呢個問題嘅回應係下載程式，逐日撳掣，取得同他人嘅連結。咁樣同大批大陸青年離鄉就學就業，喺城市獨居有關。繁華都市人浮於事，孤獨感尤為強烈。面對社會嘅龐大體制，唔少青年對前景感絕望，先至有躺平、引礦、老鼠人當下中國大陸沉鬱3重奏。可以參考我以前拍過嘅片《躺成老鼠人》。表面上佢哋同其他人隔離，但係我哋之所以能夠一睹鼠人生活，亦係由於佢哋對外分享。佢哋分享嘅對象就係人，就算自命老鼠人，佢哋同人連結嘅願望仍然維持。唔理中唔中意都好，人終究係群居動物，呢個係千萬年累積嘅基因使然。我哋嘅祖先一直仰賴同其他人共處，先至可以拼出生天，養成我哋希望同他人建立關係，從他人獲取安全感嘅特性。喺都市化嘅世代，就算有人足不出戶，單憑線上已經解決生活諸多問題，我哋仍然唔離群居嘅特性。居住嘅樓宇由其他人建造，水電嘅供應涉及眾多人員，叫外賣經過食肆從業員、派遞員，就連網上娛樂都靠各線勝場嘅製作人員共同協作，先至可以將材料送到匿喺被竇裏面嗰個人手上嘅6寸 mon 上面。某個人點樣自認獨立個體，佢始終係群居嘅個體。從事嘅活動點樣獨立，
總有投射同其他人連結嘅痕跡。社會體制脫離常人所需，人際關係疏離，生活輕不着地，呢個係20世紀中葉思想界已經密切關注嘅議題。將近1世紀後嘅今日，情況冇改善，反而有加劇之勢。科技產品可以推陳出新，層出不窮，但係人類內心嘅向往始終不變。與其依靠 AI、流動程式、網絡平台，切實同人交往，分享個人世界，又領略其他人嘅世界，尋求人際關係同思想上嘅突破，就算孤獨，仍然唔寂寞，嚟得更加實際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